立法院进前通过搁再修改版本的财违法，对应代表示讲，行政院目前的版本是上有共识的，若准使用这再修版会引起财政水放山。劳动部公布调查结果，认定中央航空施压请病假违法劳基法，今日要来修法，确保劳工请病假的权益。网络顶头业者用 AI 做一个假的家己馆长红酒娘，含这家己的容器所卖熬粉，目前警方等咧调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0日AM新闻，我是嘉豪。因为这行政院无法度接受立法院进前三读通过，搁再修改这财违法，今日行政院就推出行政院版本的财违法修正草案。行政院长杜英台就表示，这行政院版本是上有共识，也是上合理的版本，也强调目前立法院通过版本若准硬要做，就发生财政的水放线。这次行政院通过的财政收支划分法，是目前看来可以取得最大共识的一个版本。如果让新修正的财政收支划分法据以执行的话，那是一场财政的土石流。行政院长杜英台亲像回线宣布，行政院办的财违法修正草案，呼吁朝野共同支持。因为进前伫南北党团人数优势，立法院三读通过再修版的财违法。杜英台指出，这版有负债达到5600亿，无解决公职错误，也有顶下水平分配不合理的问题，话立法院卖硬要做。改善的过去重北轻南、城乡差距非常大、落差的这样的问题，我们适度的检讨中央地方所负担的权责。行政院办财违法草案内容，中央对地方补助包含统筹分配税款、一般性补助、计划性补助三项拢总未比今年较少，而且互地方的经费一定达到1.2兆，对比去年修正的财违法，要求中央另外加拨4000多亿的统筹税款，也甲再修版明定一般性补助袂使比前一年较少，计划性补助袂使比过去10年共财力关系平均较少，希望达到钱权分配更合理，城乡分配更加公平。经过我们的测算，16个县市的成长是25%，直辖市6都的成长是15%。不过，面对行政院的发声，地方首长也是伫咧观察。可能还是需要中央提供具体的数字，我们才能够有后续讨论的基础。这份财划法还必须送到这个立法院里面去，很殷切的希望中央跟地方两院以民为念，协商成功。我希望行政院跟立法院应该要坐下来好好谈，取得一个共识，也能够参考我们地方所提出来比较实质的这些意见。若是再修版的财违法，10月已经送到总统府甲行政院，行政院依法爱伫10天内决定是毋是复议。杜英台无正面回应采取倒一种救济手段，敢若强调行政院版有上大共识，若是立法院继续阻碍，而且执政党团好花争取。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联邦参众两院拢通过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就要解除台美交往限制。亲像目前两边的外交、军事等等的官员活动拢是有受限制。所以来呢，会送予这总统川签署了后，就正式来生效。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今日表示，会继续深化台美的交流合作，特别是伫安全也个经济方面。美国联邦参议院无意期通过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建议解除台美交往限制，像目前外交、军事等官员活动的种种红线。国务院爱2年审查一摆，各向国会提交报告，确保台美会当更较自然正常交流。因为这个法案5月已经伫众议院过关，刷落来送到总统川普签署了后，就会当正常生效。你有没有想去嘛？我就问你嘛。当然，站在我们就是有机会，当然是应该要去啊。外交部长林佳龙讲，嘛未来有机会访问华府，因为美国过去有所谓的五兵单，禁止咱国家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甲国防部长进入华盛顿特区。也毋过，川普第1任内通过的台湾旅行法，为台美官员互相访问解禁。时任卫生部长阿扎尔访台，正做台美断交以来访台层级上悬官员。拜登任内时任国安秘书长郭立雄。外交部长50岁，更加是踏入华府，无远远的 ATI 总部甲美国官员会面。我觉得重点是要看美国的行政部门，他对于解除台美之间的一些限制放宽一些交流的层级包括广度，包括深度，我就要看美国行政部门真正在政策上的实际做法。
另外一方面，日本首相保持早表台湾有代志的讲法，和中日关系冻结，中国佮实施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口对日本施压。林佳龙指出，中国已经在协调8年其他国家的案例真侪，台湾爱伫关键时刻支持日本。请我们国人啊，多去日本旅游，然后多购买日本的产品，啊，那来表示我们台日的友好。总统也强调，也伫社群平台铺相片，透过中岛当时日式的素食加味噌汤，特别标注的是来自鹿儿岛的青柑加北海道的日月ham，以行动展现挺日本的态度。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军今年一届营区开放日伫咧高雄新兵营区举行，这届轮到海军来主办，这各男各造海军新型的救难军舰、逮捕军舰等各国才成军领，这届就开放予民众参观。另外，海军也展示真侪种新型的无人机，特别是监测型的无人机，真正有参与到华人的救灾，侦测到马太安溪，展现到优良的性能。国军最新的救难舰大武军舰，去年交舰后，上个月悄悄成军了，也在今年的营区开放，首度开放民众参观。去台北南顶馆看到的都是畅水井，会当沉到水深100公尺，上侪会当徛3个水柜啊来执行畅水作业。大武军舰身为救难舰，最大特色之一呢，就是在船舱内设有这个白色的减压舱，提供潜水员进行这个抗压训练。来到加苏大台北南是采取360度宽敞设计，配置 IBS 整合式拦桥系统。台北南成军了后，主要是负责拖带含甲水下设施的物件好起来，上大会当拖动10万吨的军舰，嘛配备会当载运36个人的救生船。大武军舰主要执行海上救难，靠的就是记者左手边的主拖缆机，它的拖载能力相当惊人。只要国军的船舰在海上遇到突发状况，大武军舰都能将他们拖带回来。大武军舰是国造首艘新型救难舰，除了具有良好的操纵性能以及拖带能力之外，更能在海上实施精准定位，配合水下作业大队人员执行搜索与救难任务。另外，玉山艦是第2擺開放予民眾參觀，作咱國新一代兩棲軍武的運輸艦，並將實施負責外離島的運補任務，麥當投入災難救助、人道救援，真是負責兵力投射。今年营区开放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海军一口气展示了多款的新型无人机了，包括了像是在记者右手边的这台陆用型坚侦无人机啊，就是总统赖清德在今年汉光演习亲自试导。各造的3款新型无人機是包括艦載型艦偵無人機、陸用艦偵無人機、艦偵型無人機，已經比作海軍執行偵搜任務上好的助手。尤其艦偵型無人機，一個人就會當操作設戰場來收集情報，若是超出遙控範圍，佫會當自動返航。這款無人機今年佫在花蓮救災表現是真好。今年很荣幸参与花莲县光复乡的救灾任务，运用监侦型无人机侦查马太安溪河道及灾区现况。海軍日就要伫新兵營區舉辦營區的開放，若是等是大武軍艦、玉山軍艦，嘛出動無人機 AAV7A1 少女車、M109突擊艇含機動飛彈車、標槍飛彈等主力裝備，除了強化軍民交流，嘛向國人展現海軍捍衛海疆的決心。記者綜合報道。海巡的骹手報告，海委會修法要增加這軍艦頂頭的警力。海委會主委關佩玲就表示，修法甲兩岸情勢緊張無牽連，是有新的船需要增加人員。另外，中國漁船佇咧海面上導火燒，佇咧喊救命。這海巡的新竹艦隨去鬥拍火，15個中國軍艦是攏平安。關佩玲強調，救人是基本的人道。暗暝暝的海面出現真大火光，海巡署新竹艦15佇執行巡河任務的時陣，接到眼前這隻中國籍漁船佇台北港西北方28海里獲救。第一時間，海巡人員唔隨趕到現場拍火，佫成功協助15個中國軍艦安全脫離。兩岸對峙的部分，我們知道，心裡恨得牙癢癢，不應該這樣子不斷地消耗我們的量能。人道救援的部分，你要我不去救，我也做不到。海委會主委關佩玲講，海上安全是非歡喜係歡喜，不過對中國的侵擾嘛是同款嚴厲譴責。有立委認為，所有運用海洋資源的設備甲人力欠缺統籌規範，這個海上的交通安全的法則無夠完善。大家都很習慣，我們要有交通安全規則。那海上呢？現在我國的法規裡面，對於我發現它的違常滯留是有罰則的嗎？草案送在大院，就是海纜7法。
是啊，感染七法就有非常有效而强力管制的措施，我们就可以要求你要移动到特定的地方。对中国一直侵扰，海巡勤务嘛愈来愈吃力。根据审计部报告指出，海巡军事人力的扩员为2020年底47人，到2024年10月底扩大到867人，而且将近90%舰艇实际人力拢无达到配置基准。海委会进前嘛修订舰队分数品质表，只系法规加派警力上舰。给了你们海委会预算。也给了职缺，可是为什么人还是补不齐？到年底，我们的缺额会降到792人，然后国防部因为会给我们400个义务役，但它是逐步的拨补。新船一直造好，所以这个一定要修。那以我们的舰长来讲的话，他如果愿意到船上，然后来担任舰长，责任又重，然后他也会失去警职的身份，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不合理的部分呢，来做一个好的调整。是不是因应两岸紧张情势，关批联讲收编制表是因为演过制度和真侪当人牺牲，像讲警职甲文职待遇无共，因为警职有无共款的加级，搁再声明这甲情势升温无牵连。记者采访报道。伫花莲有中国配偶做村长，因为国籍问题，放解职了后，伊提起诉权，互花莲县政府撤销权处分。立法院国民党团讲要修法，互中国配偶的参政权未受到国籍法的规范。因那内政部的处长是认为讲无修法的空间，而且无必要。因那陆委会是认为讲，就算安怎修法，对国家始终这才是重点。你叫我滚回去，我想请问赖总统，我哪一点不符合台湾媳妇的资格？因为国籍的问题，花莲县中国配偶村长戴万华今年8月初，伊就赴理乡公所来解职，互伊真不满，随着提起诉权，经过花莲县审委会决议撤销权处分。但内政部发为咱的公民做公职，本来就要负忠诚的义务。我们从113年11月29号开始，就已经多次发函来促请。地方政府跟公所应该要依照国籍法的规定来做办理。那事实上，地方是没有自行裁量的空间。每天都是精神内耗。我半夜3个手机，都会有那个黑熊黑鸟打电话来说，要我滚回中国去。根据国籍法第20条的规定，担任民选公职，1年内要放弃中华民国国籍以外的其他国籍。那也认为讲，在宪法之下，中国不是外国，国法会修法，明定中国配偶的参政权无受国籍法的规范。我们不是说针对说陆配，我们才去说不让他担任我们的公职。东南亚、世界各国、日本、韩国，只要你要担任我国的公职，就是要放弃他原本母国的国籍。立法院有他的一个职权的行使，那当然我们行政部门只能尊重啦。内政部嘛讲，除了花莲这案，涉入中国籍的村里长，佮包括桃园新路区、台北松山区、新北市土城区和中和区，强调要求地方政府依法来照办，若是无作为，就会送请监察院。陆委会嘛认为讲，维持单一效忠才是正解。另外，对国民党提出两方的交流，必须要以一国两区来处理。陆委会是问因讲，安尼咱国的主权伫倒？中共根本就不承认中华民国。与其你现在讲什么一国两区，你不如先问问中共，他愿不愿意让中华民国继续存在？副主委梁文杰讲，去整这一国两区4个字无必要嘛无意义。中心陆委会就是照两项条例和宪法依法来执行，对个别政党特别的见解无评论。记者综合报道。受淡薄季风影响，玉山境中昼也落雪啊。遥管处表示讲，有水汽加上温度有够低，才会开始落雪，这是寒人以来头一阵雪。玉山北峰、风口还有排云山庄有下一点雪。那目前山区气温约为1度，排云山庄约为9度。那夜间温度更会下降，所以呼吁山友晚间必须要注意保暖。对这画面，咱看到这一点一点就是落雪。玉管处表示讲，海拔3858公尺的玉山气象站伫今中昼12点25分观测到落雪。那排云山庄是伫咧12点34分的时阵落雪。今仔日呢，这温度上低是1度1，也因为这山区有水汽才会落雪。玉管处提醒讲，山顶温度真低，若准备去爬山，并就要注意天气变化。
高雄的月世界精神啊，逼出有人乱倒废弃物，近日参列也发现讲有人偷倒，追查了后，竟然是含月世界犯案是同一个集团的。桥头地检署伫台南高雄等地区所查，也团结胜诉嫌犯几多名被告来问话，落尾认定因有犯着相关的罪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怪手将山路边部的粪扫急救车，高雄参寮过41线道山宝地。19半暝团出防偷倒大量的粪扫，用目睭看大约5公尺深。环保局找来机库甲清洁人员透明清掉13家族。民众他经过可能就是跟我们说，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我们都已经启动那个里长、里民、全民在一起，在一个帮忙我们寻导。20透早来到偷盗的地点，粪扫已经清完。因过处长有缘有残留烂散的粪扫，经过环保局破地检查，发现粪扫甲按照偷盗案同款来自台南。研判是同一个业者，亲像拐掉 GPS， 还是转移到无 GPS 的车辆来偷盗。后代检查发现产源是台南的垃圾，那研判为同一犯罪集团所为。环保局已主动立即调派人力积聚漏液来清理。那今日在上午再加派人力进行检视。建造附近月世界的2个山坡地，17只拄啊好，台南清运业者偷盗大量家用粪扫，无到1礼拜。离燕巢偷盗地大约7.1公里的一个田寮山坡地，甲旗山中寮里一个路段的边部，分别防偷盗家电甲建材等废弃物，研判是同一个集团所做。4个所在粪扫估计数百吨。检方跟警方都已经掌握特定的犯罪对象，一个都跑不掉。19日、20日至台南、高雄搜索3家公司及冈山某茶行等处所，具体传唤苏某等多名被告到庭。亲像小安地行下昼正常营业，检方唔拿躯体团款、胜诉嫌犯等几个名被告，现场也查扣重型拖车等车辆。经过检方审问了后，认为胜诉嫌犯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搁扩大侦办。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花莲马太安溪帮山潭9月底做大水，这光复乡的大马村村长王祖安带村民去避难。不过村长的查某囝发文表示讲，爸爸因为伤过操劳，所以来破病住院，这胆含肝拢发炎，昨暗已经手术好势，目前人家平安。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谢谢你们。4万行啊，小小村长都很平安，那也请大家都放心啊。虽然是淡薄喜祝，不过花莲大马村长王祖安嘛是透过影片甲村民报平安。花莲马太安溪灾后甲打中间的工作搁在进行，讲好向大马村长王祖安说传出身体无爽快，后伊的查某囝是真烦恼。王祖安嘛紧急来到病院进行手术。肚子痛，然后发烧嘛，然后其实找不到什么病因，所以他又回来想说休息个1天，就是灾情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对，只是这段期间就是很多的压力啊，很多的疲劳啊，然后导致说他也休息的不够，然后睡眠也不是很好。我们移清了，昨天晚上一直到早上，差不多将近100多个人。这个月风太大，花莲马太安溪帮山湖70载起是到红色警戒，官府启动第1级的应变，光复、凤林和万荣3个乡镇启动强制撤离。王祖安拢亲力亲为，伫现场调度村民较紧撤离。伊的查某囝指出讲，王祖安伫帮山湖第1波疫大水进前，就提前撤离村民，互认为讲是救全村，而且在后伊阁持续伫第1线协助，确认村民的安全。所落来的中间，伊阁无眠无日，一直操劳，而且阁有几啊摆红色警戒的撤离，互伊家己的身体嘛出状况。去病院检查，发现胆囊和肝囊发炎啊。真的很辛苦，他是我们算光复乡的英雄啊。因为这个验尸服都是他在操作啊，做事蛮认真的啊，也很积极。然后可能从灾前到灾后，他都有尽他的工作的本分。村民是真唔甘村长连破病去住院拢真低调。当地民代表示讲，王祖安19完成手术了后，恢复的状况是真好，伊嘛会好好休困，较紧转来庄仔来和大家继续完成重建。记者综合报道。佮到最近，社群平台顶头出现卖牛粉的广告，那强调讲是这家己农技所研发，甚至家己馆长洪周牛有出来推荐。事实上，这支影片是业者用 AI 科技去做的，做一个假馆长。家己县政府和农技所也出面配合，呼吁民众唔通去互骗去。营养粉
这是我们嘉义人献给台湾的健康之宝。影片出现嘉义县长洪忠良的头像甲声音，推荐农业试验所研发的1年外的莲藕粉，就乡亲来买，回购付款。不过其实洪忠良根本无拍一支广告。嘉义县的所有的推荐跟农产品一定会在我的粉丝团里面，那才是真正的是我推荐的哦。那或者是有的人会把它做 LINE 上的一个转传。那所以这是一个诈骗的行为。业者唔拿利用 AI 画面甲声音，加用洪忠良身份来推荐农特产品内容，也广告工会会指定功效涉嫌违反食安法定法规。互影片点名是研发单位的嘉义农企所协部立则也出面补贴。嘉义分所从来没有研发出这种所谓的上面所写的斗牛士奇亚籽坚果藕粉，这个是没有，绝对没有这一回事。那洪忠良先到调查大王，正伫从 AI 画面改造来推销保养品，刑事局公布调看的假冒诈骗手法，除了 AI 画面改造名人代言影片，也是保养形象卖商品，也会改造财经专家讲有内线消息，也是改造名人以送车送礼名义，引导民众加入投资群组。利用 AI 技术变造影片，或者是声伪技术。假冒名人或者是政府机关的名义贩售，投放广告贩售来路不明的商品，也请民众务必要小心谨慎。警方接到关乎报案，已经介入侦办，各项并且通报要求铁路影片，所谓时代的 AI 画面诈骗，互人真歹防范。警方也提醒民众一定要多方面纠正，以免去互骗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伟大的财报带动台股表现，台股今日开悬走悬，收盘是起846点，收在27426点。这 AI 股今日是由这台积电带头冲，包含着台达电、鸿海电、宽达股也拢有起。台积电今日开盘着1450块半中，上最捌起65，最后是起60。那台股呢是起846点，登到27000点以上，这也是台股有史以来起第2多。美国 AI 晶片厂辉达昨公布上新的财报，表现比市场预期更加好，即营收含利润拢在创新高，也带动美国的科技股搁在冲高。这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强调讲，全世界各地拢伫咧起 AI 工厂，需求真旺。美国总统川搁在讲到，辉达甲台湾朋友合作，伫咧美国起晶片厂来扩大美国晶片的产量。在美国华府举行的比赛投资论坛，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回答执行长黄仁勋讲台，讲到 AI 新一轮投资热潮，回答上进财报阁拍败华尔街预期，提出了中心甲 AI 复合器出货强力带动之下，第三季营收570亿美金，比去年同期成长62%，也看动整体科技股走势。黄仁勋伫会场中回答形容做全球 AI 基础建设的核心供应商。We worked together to get this company started and off the ground, and just got an incredible customer with Elon. Could you imagine a startup company, approximately $0 billion in revenues, now going to build a data center for Elon? 500 megawatts is gigantic. This company is off the charts right away. 除了有中央资金加持，黄仁勋最近连续到台湾，强调无台积电就无回答。川普伫刚进入论坛致辞时，特别讲到回答甲台湾朋友，伫美国起晶片厂表示要放任高科技人才签，互台湾工程师先到美国带头教学，了后各将技术交予美国本土劳工，互外界看出是对台湾半导体关系上新背书。Jensen, I don't think you can open up a big plant with your friend from Taiwan where we're going to have 40 or 50% of the computer chip business at I don't think you can do that with people that don't even know what a chip looks like. Do you agree with that? 不过，在回答财报，各一摆互人学落的时阵 ，AI 是毋是过热？估计是毋是提早反应，也是华尔街关注的焦点。分析人士指出，回答有真大现金价技术优势，对起来有关是带头者。不过，长期来看，那产业为大型有见无形，转向其他 AI 结果，回答也要继续创新战维持领先。NVIDIA are in somewhat a better position than others because they're sitting on a huge pile of cash. I would say the bigger risk is to the companies that have taken on a lot of debt, new companies like CoreWeave that rent out GPUs.
面对 AI 引擎甲最破坏纪录之间，黄仁勋提出新一代布莱克威晶片，抢攻全球云端甲企业订单。川普将 AI 晶片甲高阶制造看作是美国甲中国、欧洲竞争的关键战略产业。为扫地 AI 做了中心到美国本土晶片工厂，甲台湾的晶片供应链，未来几个月回答财报恐惊也继续牵动全球资本市场前景。公司新闻陈慧仁报道。欧洲商会今日发布2026年建议书，讲目前台湾是达到人工智慧的好光景，不过会当撑偌久咧？就呼吁目前呢是台湾政府会当做，就是来强化社会能源，也有通信基础设施论成的关键时刻。那针对这少子化引起的人才欠缺，也着爱找方法解决。欧洲商会甲2026年建议书交予国发会副主委詹宏关，建议书整理25个产业甲委员会建议，拢总提出192项议题，其中全球讨论度上悬的 AI 议题是这届关心的焦点。And there are other issues, of course, in AI, such as the labor aspect, not to have AI unilaterally make decisions, as well as protecting the creative work in the AI context by way of amending the AI, the copyright. 根据欧洲商会2026年建议书的内容，除了希望台湾政府会当设立能源部，吸引甲留外国人才，有台欧中间的 AI 合作，也希望台湾伫电机设备、车、零售这个领域，拢会当甲国际标准同步。另外，进前美国调查巨大涉嫌强迫劳动了后，欧洲商会嘛针对多款议题提出建议。这些外籍劳工他来台湾工作是不应该要有聘雇费或中介费的。那这个部分呢？如同我们之前讲，本来是一个冷门的议题但是一直都存在。那最近巨大机械这个事情呢，如果没有解决的话，以后整个制造业都会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采取一些作为。针对欧洲商会的建议书，国发会表示，欧洲是台湾第3大贸易伙伴，去年贸易总额超过800亿美金，台欧中间的经贸关系正密切。未来政府会透过掌握 AI 相关重点技术、能源安全甲韧性，以及人才甲产业需求人力这个面向，提升台湾的 AI 实力。AI 的 data center 包含这个 AI 的法治，包含 AI 的人才跟投资在 AI 的资金。我想这是另外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在 AI 的基础建设，是我们需要强化的。对于招揽人才，国发会表示，除了放任外国学生来台湾的自由工作范围，外国籍上班族的父母嘛当来台湾住，望透过这利多吸引国际人才来台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一名中央航空的空服人员破病了后继续上班，等来到台湾却不幸来过往。劳动部今公布调查报告，认定中央航空用干务出勤工作态度制度来做评断，造成组员唔敢请假。为了要保障这劳工的请假权利，也要来修法咯，保障病假权，上紧明年元旦施行。公司若准违法，上当会罚100万。顶个月发生中营空服员破病，佮继续上班，尾也不幸过往的代志。经过劳动部调查，发现中营航空确实有过度使用考绩分数来互想要请病假的员工压力，致使员工拢唔敢请。也发现航空公司伫空服员执勤发生状况的时，应对措施无够完善。长荣航空对于组员在执行期间突发疾病的处置规范不够周详，未确实要求所属的机组员。依所定的客舱组员手册落实实施。至于长荣航空涉及违反劳动基准法37条规定部分，未来将由桃园市政府依法严正处理。劳动部表示，因为和民间团体专家开会讨论，要针对民众进行调查，发现确实有超过1成的企业会因为员工请病假做出不利对待，所以劳动部也宣布拍算修改劳工请假规则，保障病假权，上紧明年元旦实施。公司违反规定，上当会罚100万。雇主如果有不利对待1年内请病假未超过10天的劳工，而且他无法举证出来该不利对待与劳工请病假无关联时，我们的地方主管机关即可依违反劳动基准法第43条的规定，跟同法第79条的规定，予以处罚2到100万。不论劳工请几天的病假，不能恣意的滥用考核权跟管理权。劳动部讲，针对中营航空的事件调查报告，卖交予民航局进一步去处理，也将细损的空服员相关病例交予职业医学科的医生来评估，协助家属申请相关给付。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
立法院并本会期三读通过《半部劳保法制法》，这行政院会期内也通过《劳工保险条例》第66条和第69条的修正草案，甲政府半部法制法明定劳工保险的债务由中央政府负最后的支付责任，上无3年检讨再补一届。从2020开始，其实就用最实际的拨补的行动来支持劳保基金哦。而且我们是逐年的把拨补的力道持续的加大，那这几年其实都是超过1000亿的规模。保条例的修正哦，那把这个政府负劳保最终责任以及拨补的法制化的条文，然后能够送出行政院，然后送到国会来审议，170亿。根据修法草案，甲政府半部列做劳保基金来源之一。不过草案无明定单年半部金额是依照政府财政和劳保财务状况单年编理算。劳动部表示讲，为了稳定基金的流量，政府对2020年开始呢，单年拢编列预算来半部劳保基金，配合多元投资，这基金的规模已经有1.2条了。卫福部进前已告修正医美特管办法，甲医学美容分做3级，限制执行医师的资格。亲像风险上悬的做假形龛、下面骨等等，就要限定这个专科、整形外科等10大专科医师才会当来做。今年6月，台北市一个查某人去一间医美诊所做抽脂手术，没想到所发生急性的腰肌衰竭，予伊失个救助。最近几年，亲像这种医美乱象是一直传出来。卫福部进行预告修正医美特管办法，会严格限制做医美的医师的资格。这几年医美所产生的医疗伤害呢，这个越来越多哈。那主要的都是跟医师的这个什么能力有关，但是呢，所以因此他要管理的话，我是赞成的。为着避免医学系学生一毕业就去做医美，要阻挡这种特美的乱象，卫福部会采3级管理的模式，就算是做保养生的社，医师毕业了后，嘛是要完成2年一般医学训练计划，感情 PGY 风险上悬的特定美容医学手术，亲像较侪抽脂量的抽脂，也是面的下骨等等，是干那限整形外科等10大专科医师才会当来执行。其他的科没有这个现象，只有在医美出现的植美，我们只是把它导正回来，回到我们正规的医学教育。如果你今天要这个严管啊，借由某个特定的次专科或者是特别的专业，基本上你就有可能要伸手到全部的医疗跟生技产业。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当年差不多有1400多个医学系学生通过医师的国考，内面差不多有100多个人是无接受2年 PGY 短延医师的训练，就直接入去医美诊所执业，加起来差不多600多个人。未来新制施行了后，美容医学手术的医师有3年的完成期，必须要补够资格。光电和注射执行医师是需要伫2年来完成训练，才会当做医疗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英国的报告，讲这 TikTok 是4岁到18岁上接用的 App， 每39秒呢就推荐一个影响身心健康影片。到部处长刘国伟也破白讲 ，TikTok 和小红书是无多禁的，会继续来推动丰富和素养教育。快速杯荧幕有兴趣会手的就看抖音国际版 TikTok。15秒至60秒影音已经是部分台湾儿少日常。中研院台湾团部调查资料库，2023年第3届第2期的调查，台湾18岁以下的未成年使用 TikTok 抖音的比例，国小43.61%，高中57.87%，高中50.73%。开始接触的时间点是小学5年到6年，接触的原因是社交。像现在很流行，就是用 AI 来配音，他就会去制造一些名人没有说过的话，又或者是说呢，像现在的孩子看多了，因此他开始喜欢用支那语、用支语。民进党立委吴丽华指出 ，TikTok 有袂少资讯是错误的，有的还佫有软性政治宣传，慢慢洗脑的真侪。根据立法院法制局的研究，引用英国非营利组织反数位受训中心报告指出，2022年台湾儿少平均每天使用107分的 TikTok， 比 YT 的7分较悬。毋过2.6分钟内就有自杀内容，8分钟内会推杀饮食失调，每人39秒会杀一个负面身心健康的影片。目前伫校园虽然学术网络封锁 TikTok 甲小红书，毋过学生囡仔用家己手机甲网络也是看会到。你进得了吗？
第一个进不了，但是我们会透过我们就素养教育。教育部的立场目前只是告诉你用不同的方法来宣导，但是你也进不了。是的，你目前就是进不了，也不打算全面进。这个进不进的不是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处长刘国伟坦白讲，无法度禁，会持续推展丰富甲素养教育。教育部甲数位部这部会也会释出免费的数位工具包，协助家长设定囡仔使用网络的时间，过滤不同内容，降低接触的风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有上百万的这台机人口，也有台湾头一间台机实验小学。高雄市的市议员的张博用伫咧议会质询的时阵，提出讲希望中央来成立台机复振委员会联署，呼吁市长陈其迈做回来联署。也若陈其迈是签名表示支持，伊也讲，不管什么语言，中央爱用国家的力量，提供同款的尊重甲保护。作为100万台语使用人口的城市，我们的高雄市长是不是能够支持陈宇在中央有一个台语的专责委员会？提出特别作为联署书，爱市长陈其迈针对成立台语复振委员会来表示意见。高雄市议员张博强20质询提出，高雄即阵有全国头一间台语实验小学，不过所有经费拢是地方教育局家己出的。那甲有中央单位支持的客语原住民实验学校比起来，那经费有差别，嘛有恶延续的风险。张博强认为，中央必须爱成立台语专职单位来带头推动。台语是安那愈来愈少人咧用，因为伊无迄个使用环境，啥无迄个使用环境，因为伊无伫工课顶悬去用使用嘛，所以咱的台语必须爱有一个专责单位伫中央的时阵，伊会创造台语的就业人口，伊会创造台语的相关的研究，伊会创造台语相关的媒体遮的环境，咱才有法度来继续，互即个语言伫台湾去用保存。针对议员的质询，市长陈其迈是先甲联署书收起来，会后才正式签名。陈其迈表示，有人讲母语点厝学就好，这是唔对的。那无语言就无法度传承文化，每一种语言拢爱受到公平的对待甲尊重。伊支持中央爱有专职单位来推动台语文的发展。所以你支不支持中央应该要有专责单位，市长？这个我们当然希望说中央也能够以国家的这个力量，能够不管在对于各式的这个我们的国家的语言给予同样的尊重跟保护。复振语言唔是单单是学校的代志，这嘛包括讲咱传播媒体啊、数位科技、公共服务，甚至是家庭教育所以咱这个委员会级数都要有够，才通整合跨部会的资源。互台语政策通符合咱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精神，才有这种长期10档的思考。那要求市长爱表态，张博强强调，高雄有超过100万的台语人口，要参选高雄市长的人，拢爱提出台语的推动政策，向中央争取成立台语委员会。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台湾当年有超过80亿粒鸡卵，拢是超过70%呢，拢是饲伫咧南马内面。虽然有4间卖场捌讲过，因为减卖关伫南马饲的鸡卵，不过调查发现讲超过80%拢是这款的。动保团体要求企业应该爱重视这动物的福利，也希望政府落实缩关买政策。台湾当年有超过80亿粒的鸡卵，所有超过70%拢是饲伫人仔内底的鸡。环境恶真钱，人仔内底就是鸡屎含鸡卵，利用杀虫剂含抗生素来管理。动保团体表示，这款养殖的方式对鸡母的健康和福利真无好，鸡卵嘛有可能会有药的残留，发生亲像进前分剖年鸡卵的事件，也影响民众的健康。格子笼下面又都是成年的鸡粪，所以鸡粪上面都会很多蚊蝇滋生，那最后就会到母鸡的身上去，所以它养到受不了的时候，它会生不了蛋。那为了避免不要让它生不了蛋，农民就开始拿芬普尼、拿各式各样的农药，就喷在禽舍里面，甚至往鸡的身上撒。有动保团体讲，台湾有4间企业不算是会减少卖这款用人仔饲鸡所生的鸡卵。不过，其实这4间当中，也有部分企业超过80%拢是卖这款鸡卵。兵团要求企业应该重视动物的福利和食品的安全，减少买这款人仔饲鸡的鸡卵比例。另外，伊嘛提醒消费者，若是要避免去买到一旦看鸡卵顶悬的标示，买好是死的鸡卵，就是用人仔饲的。它有喷印、有溯源，就可以追到是哪一个牧场。但是很可惜，我们现在只有要求洗选蛋、盒装蛋才需要喷印。最重要的还是在政策上面鼓励农民转型，不要再用格子笼，不要再用笼养。动保团体呼吁政府除了爱护鸡笼资金的补助和技术的支援，帮助因转型，嘛应该系全面推行收管买政策，才通互消费者知影，
你所遮的技能是啥款成长的环境，有选择的机会，若是出问题，嘛有通像即届分普尼技能，是追踪着源头，避免是安的问题搁再发生。记者魏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北港朝天宫的乌面山马登咧南岛顺利是让109年了后，搁再来到虎城，真侪民众拢赶来遮要拜拜。沿路落车高声闹猜猜，来看老街伫车路的民众嘛徛几排，都是为着来看婚临北港朝天宫乌面山马的风采。这回庙方落南沿高声路对11月15起价绕境，展开南岛顺利连续10天，对嘉义县沿台南山线南巡，20进入市区，上千的民众来到老街瞻向妈祖祈求平安。保庇啊，就平安啦。为全家平安，啊，就报一个自治护佑，啊，就全家平安安尼尔啦，咱袂要顾啥。刚好今天放假，就来带阿妈来，所以我就欢喜的啊。安怎讲？因为看到妈祖就欢喜，就感动的。因为这个旧历捌登过，后来北港朝天宫甲台南大天后宫两边圣徒拼世界历史连结吹转来，这回大规模顺利。主要是乌面山马性格担任主巡，对1916年后让109档头改乐虎城，嘛见证历史性的一刻，嘛对旧城区延伸到整个大台南17个行政区，活化古都乡路伫现代意义。从来不出门的，就在北港而已。但是早期沿河就有记载在清朝是在因为沙马的湖墙，所以我们把历史恢复了风华再现。北港嘛非常自卑除了行到旧乡路了后，嘛会行到拄即个天然灾害较严重的即个区域啦来互咱的这灾民来互因感觉讲心灵上得到安慰安尼庙方沿路嘛发香火袋啊，另外嘛有侪人伫庙埕等妈祖乱叫，要到位的时，但要软脚骹。北港朝天宫落南，毋那是宗教圣事，更加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象征。朝天宫董事长讲，今年南部受到真侪风雨的损害，因希望透过南巡，毋望透过妈祖的保庇，祈求国泰平安。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台湾的老电影万普队中也捌去过去当时当咧台版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取景，女主角艺人洪倩强呢是咱55年后，搁再出现伫咧即个老电影的修复首映会顶头，回想到迄当时电影情景。我考取万国博览会的接待员了。洪倩玉20岁的青春面貌重新伫大荧幕出现。伊伫1970年的电影《万普队中》内担任女主角。2K 数位修复影像呈现当年伫台版所举行的万国博览会真实情景。55年后，洪倩玉讲，当年万普是追求未来的进步甲发展，今仔日是演变成追求永续。现在是要看未来的什么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地球。就变成 green 了，要恢复原来的那个地球的自然，50年前是发展。洪倩玉回想当时有举行空中缆车、色彩炎地，为气候就看会出来。伊阁去参观为月球炸转来的研究，毋过当时伫翕的时阵无可能清场，爱伫人群当中自然进行，袂使顶来压力较大。人很多，不能说停下来，大家不要走，一杯看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是叫做 guerrilla shooting， 只能拍1次，最多也是2次。电影内阁看到中华民国甲国旗，不过电影翕出的过当年，中华民国就甲日本断交，这嘛记录着当时珍贵的画面。文化部长李万表示，这真正毋那是一出电影尔。因为这个影片不只是一部电影，它几乎是一个时代，而且是我们台湾变动最大的那个1970年，55年后，台湾还是一样的屹立不摇，试着去参加大阪世博。重新修复的万普队中变得较光搁较清，核选台版世博官方活动，台版亚洲映花节的开幕首映片。20伫国家影视厅中心首映，有日本作家认为，电影记录当时日本人民充满希望、勇敢向前的面容，也有影评人感受到电影伫传达充满正能量的时代气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文化总会出版的新话剧杂志，这创刊得要20年啊！最近呢是来到第50期，文化总会也要伫咧11月2日举办话剧市集，邀请到伫册店台语作家，也有这台语乐团做伙来参与。
你有偌久无看过杂志？由文化总会发行的杂志《新华水》，对2017年开始开放发行，到今已经满50期啊。文化总会表示，为着要贴近少年朋友的想法，大期的排版内容拢真活泼，想要打破大家对传统杂志的印象。就侪咱新一代的，像大学生啊、少年人啊，伊就爱咱的这个杂志，就是因为讲伊无这个框架啊，伊袂用过去咱较刻板的印象去看这个杂志。文化总会讲，伫咧这个科技进步、充满 AI 的年代，更加需要做杂志，因为杂志才有温度。所以文总表示，新华水杂志唔但关注新的文化，也重视台湾文史的整理。亲像有一期的杂志，号做《新台剧2.0》，内容咧讲台剧创作者和土地情感，因为因希望会当做一本未过期的杂志。这样的一本杂志哦，只有在这个时代，只有在这个地方才做得出来。它大概就是一个不会过期的好的杂志。全世界还有什么地方、什么人会做出一本标题叫《大猫咪》的杂志？为着要庆祝新华水杂志行到50期，文化总会伫11月22日也举办华水市集，邀请独立册店、作家和歌手来参加，有台文乐团庄卡人、北管艺术强乐hen等等。文化总会邀请大家来体验，和文理和音乐伫咧同一个空间产生共鸣。记者台选林秀凯台北报道。你食无的时阵一定爱配什么物件呢？有朋友讲呢，一定爱配豆枣呀，或者是讲有人讲是豆鸡。这款咸甜甜的物件，真正是台湾滋味，即马也称对日本去。自助餐内底，民众业啊摕嚟开心野菜，真侪人的撇仔内底拢有这味，一块红红，食起来甜甜 QQ， 这是豆鸡。嘛有人会用形体去分，长长一丝一丝的叫豆鸡，规地叫豆枣。有民众讲，厝内底若煮糜，食饭到顶悬一定有一味豆枣。我不知道叫什么，可是我吃稀饭我一定要配它。是哦，小时候就吃过吗？对，我从小就吃过，而且我很常去饭店还是哪里，这次会吃到。像这种很多用途啊，你夹馒头啊，或是夹烧饼啊，加个蛋啊，然后配粥啊，都很好吃。还有做饭团啊，我也会买回去给小朋友早上做饭团。细汉时，阿母阿嬷用互咱配糜食，大汉换咱用豆枣款互囡仔食。屏东有业者讲，这味用豆皮落去煎，然后用糖、麦芽、豆油等等的酱料来煸的豆枣，是正港台湾人发明的食食。有外国人吃到感觉滋味袂歹，嘛要登去做盘手。外国人其实很喜欢吃甜，那外国人吃到我们的豆枣呢，他们觉得说，这个是类似泡芙吗？然后又是有一点蓬蓬的这一种，就是没有吃过的味道，他们会很喜欢。因为它是个腌制品，如果钠含量太高的话，对我们一个高血压的人特别会增加他的血压，然后对肾脏不好的人，这个高钠也是有相当负面的一个反应。所以这种豆枣这种食物呢，还是越少吃越好。豆枣是台湾人的共同记忆，最近佫迁到日本去，不哩个医师也提醒，豆枣好食嘛爱强脆，尤其是老大人甲慢性病患者。记者郭斌在国家主区教用综合报道。咱来看看这新闻，南韩呢有一架载260多人的渡轮，在刚发生扩大事件，加载是无人伤亡。南韩海警调查了后，竟然是这领航员看手机啊分心，才造成扩大。南韩海洋警察厅紧急出动巡逻艇去救援，而且用冷桥把受伤的民众救出来。一只2.6万吨、顶悬载246个乘客和21个船员的南韩渡轮，19下晡对济州岛出发，特别到目的地无破的时阵，所伫无人岛附近靠搭。南韩的海警讲，船身无破损和入水的现象，这是事故是发生伫正 A 的浅水区，一般是用手动来驾驶，毋是改做自动驾驶仪。海警是对船员开始初步调查，确认讲是领航员因为看手机啊分心去，结果袂赴改变方向，才直接启动到附近的岛搭，造成这个意外。 그 부분은 이제 그 추가 조사를 해야 되는데 현재로서는 선장 또는 그 항해사의 과실로 판단하고 있습니다. 现场所有的乘客拢有穿救生衫，互转送到专用的码头。好在迄当阵天气真好，对救援行动有利。南韩总统李在明目前是当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台访问，接到消息了后，伊随下令各单位要救出船顶所有的人，而且伫第一时间就公开上新的救援细节，莫互民众烦恼。船顶的目击者嘛讲，迄当阵的状況真正是足惊人的，而且好在是靠搭，毋是直接红弹去水底。 죽을 수도 있겠다는 생각은 했어요. 네, 너무 큰 소리라서 이게 뭔가 큰 사고가 났겠구나. 근데 세월호 때 워낙 많이 봐가지고 이럴 때는 침착하게
밖으로 이동하고 구명조끼를 입고 대기해야 된다. 이걸 알고 있었어요. 근데 많은 사람들이 다 그렇게 행동을 했던 것 같아요. 讨论顶悬是无人有性命危险，但是嘛无法度袂记哩发生伫2014年4月号沉船的事故。迄当阵的渡轮是载476个人，煞伫中途冰船，造成304个人无命，其中大部分拢是毕业旅行的高中生。4月号的船长嘛伫隔年通照杀人罪判无期徒刑。公司新闻新乐报的编译。国际媒体指出，讲这美国和罗西亚等咧参详结束乌克兰战争新的和平方案，有风声讲美国高层已经去到乌克兰，今日会讨论安怎甲这个战争收煞。伫咧托尼基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讲，伫咧当因国家进程就表示，希望透过托尼基和罗西亚的外交管道，找出停战的方法。美国军方高层一群人19已经伫基辅甲乌克兰国防部长斯密哈尔会面讨论历史性防务协议的落实甲军事合作。陆军部长德里斯科有计20伫基辅甲为通讯机会国的总统泽伦斯基会面。 This is the highest level Pentagon visit we've seen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 Trump's second term to Ukraine. 根据报道，美国甲罗西亚可能已经私下拟定新的和平计划，内容要求基辅让出部分领土甲武器，参大大缩减乌克兰武装部队规模等重大让步。也毋过，华府甲莫斯科拢无正式证实相关消息。 The Americans possibly working with some folks from Moscow on what they say is a peace plan that's been developed jointly by Moscow and some of the more Ukraine skeptic interlocutors in DC. So this is a key moment to I would say get the Ukrainians on side to see where there are points of agreement and to allow the Ukrainians to possibly even push back on this plan as well. 迄日较早，乌克兰官员表示，陆军对乌克兰西部城市特诺皮尔发动飞弹甲无人机攻击，造成26死93人受伤。人也伫通讯机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出，伫甲通讯机总统阿尔多安对话了后，表示未来的依托通讯机外交手腕甲莫斯科的能力，找出止战的方法。 Сподіваємось, до кінця року ми відновити обміни. Туреччина нам в цьому дуже допомагає. Хочу вам особисто за це подякувати. 新闻网站 Axios 18引用秘鲁官员个报道，川普政府一直甲罗西亚有秘密协商，顶个月伫迈阿密讨论一份28点的战争终结规范，部分内容有参考川普推动的加沙停火协议、战争终结规范，除了涉及俄乌停火，也会包括美罗关系恢复甲欧洲安全议题。公司新闻吴文林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 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8度到22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7度到2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7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5度。 平遥、金门、马祖对14度到2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